你有冇諗過旅行除咗享受，對你嚟講仲有咩意義啊？記錄我炒股環遊世界，今日去冰島實現童年願望。以前細個嘅時候，老豆話佢去過冰島旅行，話嗰度嘅風景一世難忘。話我細個配眼鏡見到嘅紅色小屋，其實係冰島。當時嘅我隨口講咗句，到我開始賺錢嘅時候，要同老豆再去一次冰島。從來唔笑嘅老豆竟然露出咗笑容。但係好可惜嘅係，喺我未有足夠財政能力嘅時候，爸爸已經因為癌症離開咗。多年後嘅今日，我一個人踏上冰島呢個國家，就好似當年爸爸獨自踏上呢個地方一樣。望住呢間紅色小屋，諗起以前細個配眼鏡時候見到嘅畫面，有種莫名嘅感動。然後行上呢座形狀特別嘅教會山，造型好似頂草帽咁。不過呢座山令我印象深刻嘅唔係佢嘅形狀，亦都唔係呢座山嘅歷史，而係因為細個爸爸提過佢。人呢，仲係中意追求舊時嘅回憶，特別係以前完成唔到嘅事。成日都有朋友問我點解中意一邊旅行一邊炒股，因為呢一種係我享受嘅生活方式。每日淨係用半個鐘選股同埋做買賣決定，唔使坐定定睇市，剩低全日時間都可以去見識世界。呢種係我享受嘅生活方式，亦都係我喺爸爸臨終之前喺佢病床隔籬應承佢嘅事。我會以自己中意嘅方式去過生活，與其話係實現夢想，不如話係彌補咗遺憾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遺憾，大家可以留言火呢個 emoji，彼此互相鼓勵一下大家。